颱風影響之下，機場有航班需要取消。至於海上客運服務嘅航班已經陸續恢復營運。受熱帶風暴蓮花影響，機場多個航班取消。部分旅客到航空公司櫃位查詢航班安排情況。機場專營公司呼籲乘客出發前同航空公司查詢航班嘅更新情況。因為他沒有通知到我們，然後我是大陸那邊過來的，然後這邊找地方住也不好找，然後明天也挺早過來的，我也不太熟悉，所以就只能在這裡等了。我們再去那個酒店睡覺，然後明天再來機場去韓國。流往本澳外港碼頭同埋香港上環碼頭嘅海上航班，同埋北安碼頭往香港航班，分別喺星期四晚11點同埋星期五朝早7點恢復正常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潘明文報道。